家好，今天我介绍几招面条贻贝。该成分的意大利面，500克新鲜的淡菜在地中海，大蒜、香菜碎300克的西红柿或西红柿的160克面条，橄榄油和胡椒粉。我们开始准备面团。在厨房里，我们已经准备热水加盐。我们去哪儿泡方便面？我们离开他们全。在这里附近锅中放橄榄油和丁香的大蒜切成4块。让羽苗。当西红柿半熟的面条烹饪增添了一把贻贝。贻贝已在锅中大火蒸开了，我们把自己的第一次水，我们加一点香菜。我们没有加入盐，因为不释放一些更多的盐水。预计烹饪意大利面2到3分钟后，西红柿和贻贝已经准备就绪，加白葡萄酒半杯，让蒸发。我们的酱油已准备就绪，添加面条。让我们跳过。我们加香菜少许，服务。这是美丽的结果。现在我们准备的菜。香菜有点，而现在在餐桌。